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罢免掉第2选区立委的民间团体，指控到蔡碧如，因为蔡碧如讲罢免团体以1天2000块的薪水，聘请大学生到沙鹿参加罢免活动。罢免团体认为蔡碧如是无中生有、无赖抹黑。蔡碧如是来回击，讲针对着志工团体有车马费这种的风声。 对方应该就要出来赔回，而且伊嘛无叫名叫姓，罢免团体为什么要叫号坐位呢？罢免团体透早伫咧沙鹿路口举牌仔宣传罢免活动，针对的就是台中立委跟环形的第2选区。那罢免团体指控，民众党的蔡碧如讲，罢免团体用1天2000块薪水，叫大学生来沙鹿参加罢免活动。蔡碧如在前2天以及严宽恒在昨天说明会说我们罢团有领钱这件事情，我必须要说，这完全就是造谣。我们如果有1天2000块的话，我相信志工的动力应该会更多啦。罢免团体强调，因拢是无领钱的，甘愿出来参加罢免活动。佢讲蔡碧如24点钟来提出证据，若无就要改革。所以我希望蔡碧如跟严宽恒在24小时内必须要提出证据来说明。如果没有提出证据来说明的话，我们就会提出告诉。蔡碧如透早嘛到沙鹿接受访问，针对罢免团体指控，伊讲志工1天领2000，真正是讲一个囝生一个囝，黑白改抹黑。他们号称是志工，但是他们是不是有领这种车马费？那也号称志工吗？当然，这个我说的是说传闻嘛，他们要跳出来对号入座。那应该是他们要去解释啊，不是我应该去解释的事。蔡碧如强调，伊无讲是倒一个志工团体，无点名点姓，唔知影中立罢免团体想遐尼多。罢免团体讲无证据，就要甲告。蔡碧如笑出来。他们到处去跟人家呛的时候呢，不要这样讲。我觉得这次的大罢免至于会大失败，应该他们要自身要去讨论，就是他们这种态度会造成大罢免大失败。蔡碧如针对罢免团体要改革，跟他讲会尊重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